弟兄姊妹平安。今日將臨期默想靈修嘅主題係與神和好的新生命。請先聽我讀一次經文。經文係記載喺哥林多後書5章17節。所以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哥林多後書嘅作者用所以作為16、17節嘅開頭，目的係要回應11至15節對耶穌工作嘅說明。15節描述耶穌基督代替你和我死，好叫我哋今日不再是為自己而活，乃是為主而活。因此作者就接住以反面同正面嘅說法嚟表達我哋應該用咩嘅態度嚟實踐與神和好。16節反面咁表達，我哋要與神和好，就唔應該按照以往未信嘅時候去認識神。所以從今以後，我們不再按照人的看法來認識人。縱使我們曾經按照人的看法認識基督，如今卻不再這樣認識他了。27節就係用正面去表達，所以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然後經文就緊接住提出，這一切都是出於上帝。神藉着基督使我們與他和好，又將勸人與他和好的使命賜給我們。返到今日默想嘅經文入邊，到底點樣先係在基督裏呢？在基督裏嘅意思係要強調信徒喺基督嘅身體中互為肢體。正如英國新約學者 James Dunn就將基督徒形容為各個嘅器官，當信徒聚集在一起，就組成基督嘅身體。另一位澳洲嘅新約學者 P.T. O'Brien 就指出，在基督裏係有3個嘅意思。第一，神為子民所成就嘅事情；第二，信徒對基督嘅責任；第三，信徒彼此間嘅責任。呢個意味住我哋每個人因着神嘅緣故得蒙救贖。今日我哋作為信徒，應該要反思一下自己有冇負上對基督同對其他信徒嘅責任。呢份責任就係我哋有冇與神與人和好。喺我上一份工作入邊，曾經遇過一啲唔容易相處嘅同事，對方並唔係嗰種縮骨卸膊，亦都唔係爾虞我詐，但就有啲我行我素，難以溝通。有一日，我淨係同佢討論一啲活動嘅籌備，佢就輕佻嘅態度令我動怒。我當下衝口而出，喺其他同事面前嚴肅咁樣請佢正視自己嘅態度。及後聖靈提醒我要同呢一位同事和好，唔好再破壞大家嘅關係。而我就主動揾佢溝通同道歉，佢都向我道歉。神差派愛子耶穌基督降生，唔單係救贖我哋，更加係我哋要學習與人與神和好。當我哋作為經已在基督裏成為新造嘅人，到底我哋有冇坦誠嘅與神和好，與別人和好？有冇邀請身邊嘅親友與神和好呢？呢個係我想同大家分享嘅第一個信息。經文繼續講到，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到底所指嘅舊事係咩事情呢？當我哋將與神和好呢個重點
放喺呢半節經文上，就會明白呢啲舊事係指到破壞你同神之間嘅關係嘅事情。過去我哋可能只睇重自己想法、意願，享受罪中之樂，對身邊嘅人唔友善等等，呢啲事情都破壞我哋同神同人嘅關係。但因着耶穌基督嘅拯救，只要我哋相信佢，依靠佢，都可以成為新造嘅人。神原本就係創造嘅神，能夠將我哋重新塑造，並且將過去阻礙自己同上帝關係嘅事都要轉化成新的了。問題係我哋有冇信服神嘅帶領，有冇將生命嘅主權交俾佢？亦即係要問，今日自己係點樣去睇人、睇神？係甘心聆聽上主心聲，定抑或快快嘅將自己心意套喺別人身上呢？事實上，舊事已過，並唔代表舊事已經剷除。過往做得唔好嘅事，仍然成為記憶，作為提醒。當我哋好似往昔一樣做咗一啲破壞同上帝關係事情嘅時候，呢啲舊事或許會從我哋嘅腦海中浮現出嚟，成為對我哋嘅警惕。我曾經有好多壞習慣，甚至聖靈提醒過我要遠離呢啲惡事，但我都冇去正視，結果犯錯而自招惡果。及後神感動我要悔改回轉，要與他和好。呢啲舊事仍然刻在我嘅心坎入邊。雖然呢啲黑歷史會伴隨我一生，但確實亦都成為我今日嘅提醒同埋勸勉，讓我有新嘅眼光去面對生活，唔再以自己為優先，思考自己嘅行為會唔會破壞同人同神嘅關係。呢一切都係叫我哋配得上新造嘅人嘅身份。呢個係我想同大家分享嘅第二個信息。最後，好想邀請大家去默想一下兩個問題。第一，聽過今日嘅經文同信息後，你點樣理解在基督裏係新造嘅人呢句說話？呢個新嘅身份點樣影響你對自我嘅睇法，對自我嘅接納呢？第二，喺你嘅生活入邊，邊一啲舊習慣同思維模式仍然影響住你？你會點樣幫自己去改變呢？盼望喺呢個將臨期間，不時思想我哋同上主嘅關係。願神賜福大家。